事不好！怎么了？我手指抽筋。任性，自然的相信，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。有生活哦，他一直就在杭州，特别好，但是正宗的杭州，真正杭州。别拉开，你说话了，鱼灯，就下面说。好杨老师，睡下去说。好，这看看乖不乖？我乖了，你一鼓这个头发没有？对嘛，就是我就还记得你要粉点儿过去的。还可以分过去啦。哎，那个多的这个地方你要粉点儿过去。就是。哎，老早好粉的了的。啊，这个时候这就蛮好的，是吧？要么起床啊。完美的可以完全达到你。我们小百花的男人没地位的啦，都是要给这些人打工的嘛。要不他们拿着点，要不他们梳妆打扮，对吧？哦，那是好男人呢。是哈。对不对啦？这是好男人。叫光荣传统。对，都是跪下的那种，对吧，杨老师？那你我觉得呢，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呀，东哥也比你打得好，比你打得好。风关下盆，哒哒滴嘚，嘚嘚嘚嘚。迷失的黑夜途中，只要想起你，就点亮了星空。流浪的纸船忘不掉港口，对面的花火可不看彩虹，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。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，朋友快乐时，我也跟着快乐。跨年的烟火绽放天空，我想起我们最快乐时的笑容。你先帮我拿下去，我就帮他。君君还没有录完。今天好屌哦！吃饭了是吧？肖龙跟晶晶在握手，他们现在打开了。我们在问着。太冷了。哎，我刚给你那个，你有手机拿着。他们现在转场是吧？哎，报告没出是吧？还早吧？没有这么快的吧？给你们放回来啊！怎么翻转的来着？怎么？轻点。陈丽珍老师，你们小生这种水刷我真吃不消。一会儿我就已经难过了。哎呀，怎么光变掉了？哎呀，碰到哪里了？是这个光吗？好了，就这个光。我们现在是在等台，等他们翻台。他们在家刷。我睫毛还没有刷，是这个吗？有点忘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要么问一下他们谁家里有泰诺的，然后你先回去喝那个草药。后面，等一下，拿掉，帽子拿去，帽子拿去。阿姨，你们家里确定有配小诺，还有泰诺。现在直播间有200多个人。
啊，这有逼了。今天的菜只是好到，其实也没有好到怎么样。不是戏妆好淡，是我们要录电视、录节目，所以会比舞台上淡。舞台上不会是这样的妆。水果进。照好没有？照好了就这样我子。想看一下气的时候会不会歪掉。不录啊？轻点，轻点，这样的好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稍微弄一点紧，我就不行。你是不是里面那个勒头带勒得太紧？也有可能，要么就打结，可能没打好。可能是里面的，这不是这个水沙的。还有好一会儿吧，这会儿再看吧。你在这吃饭？过一会儿吧。你们吃饭的风险太大了，到时候吃不一半，回来就肯定是。那他们家里菜也很肯定很久。是啊。没飞。没有。我们可以讲，可以问一下吗？那个对讲。我们要怎么问啊？就问他老师，我们还需要多久有时间吃那个吃个饭的时间来得及吗？就这种意思。你好，现场的老师，我们是越剧这边标部。然后还有多久轮到我们开拍？我们可以吃个饭吗？这是8点钟。说什么？我这就是还有多久开拍？我们可以吃个饭吗？他肯定会说吃。他不说话了。哎，这鱼下面是咸菜啊！真的吧？又中我的招了。还有多久呀？可以吃饭吗？嗯。芳芳，先放主演吃饭吧。群演。主演。哦。刚刚说先放主演吃饭。芳，收到了吗？主演吃饭。各位主演吃饭。跟我说话吗？是的，让主演吃饭。我们可能主演在里面刚好，另外都是群演。主演是吃不饭来的。我是群演，是2组越剧演员，可以吃饭吗？现在开饭直接吃呗，在楼下呢，在那个你不是在2楼吗？1楼那。您这个人说的真的是刚才的最惨烈的。那我们就先吃饭了啊，先跟我讲。好，快的，你现场拍那个A 组还是 B 组那个越剧演员没上场的那一组的时候，你提前跟人说啊，提前10个20分钟。那2组都要吗？吕东老师还有多久到？越剧还有10分钟吧，我看他那个录像过来，差不多。到了衣服都没有穿，你就吃好了，不披一下就好了。先吃好了。他是到这儿换衣服，还是已经换好衣服了？什么？他说的是我们。等我问一下。那个旅馆老师是换好衣服来，还是到这里换衣服？肯定还有这样子。那先帮你吃吧。来，我们先吃饭。耶，我们终于可以吃饭啦！不是父子相吗？谁是父？谁是父啊？我是父吗？别搞事情。我不是白羊座，我不是萝卜。陈老师，你是华西大萝卜？我不是。我不是。云霄说了，他收拾一下带上的。不行，我要扛起我的军销大旗。你扛吧，没事儿啊，我也是扛旗的那个。
我就主要被我们自己打的这个手电筒有点亮瞎了。那就别打了吧，别打我们丑。那你要丑还是要瞎？瞎。这叫很母的。什么叫很母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很母？卖了呀。君君和哪个都蛮配的，真的、啊。真不高。我的官配，我的官，我没有你的官配配是谁呀，妹妹？我没有什么官配的。你现在说。我真的没有什么官配。你现在说。我没有官配的。你现在说嘛？我都演那种孤。你这样真的好吗？是谁呀？大庭广众之下。是谁嘛？那我也不敢说，我谁也不敢说。我也很怂的，我是花旦里面最怂的那一个。对啊，我连江导都配过，我的官配是江导，我可以这样说吗？臭不要脸！那你是周艳姐嘞？那我是不是啊？那我张老师，对啊，你张老师也配过嘞。不要怕啊，咱都不怕。麦麦加好几层，你加好几层吗？我老粉呢。君君头放到麦麦头放到君君姐上，是这个方法吗？是怎么放？这样，你说怎么放，都给我截下来，是吧？知道你们这些小心思。凉凉是那个凉凉吗？是浴巾凉凉吗？Hello。哎 ，Hello。啊，他们没在说。今天礼拜几啊？你们来上课。只有课你没去是吧？今天是礼拜一啊。啊，对，我们礼拜5考试。这你今天不是要加班吗？本来对，本来是要加班的，然后那个突然就不加，然后我就把你叫过来配戏了。对，这的确是没时间太忙。君君在撩妹，哪里嘛撩妹了？我没有啊。跳进黄河行不行？跳进黄河。你刚才捂嘴了。对，他捂我。我差点说错话，然后他就先把我捂住了。哦，不要说，不要。那我要不带你们下去吧？下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好。我们俩就带了这个东西，这个水杯的啊。带你们看运镜，晕死你们，我晕。咋的？哎呀，云霄来了！云霄来了，他来的正是时候。云霄，不要今天只有我一个人。下面谁给你买？云霄，你看，是他们啦，是心妍他们，真的。天哪，云霄来了！云霄谁给他叫来的？看不见，看不见的，看不见他在不在吗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云霄说君君是慢美。什么啊？云霄是我儿媳妇，能不说我好吗？我是她婆婆。我知道云霄真的在，她都说话了。吓死了，她这个膝盖都已经软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跪下了。郑福刚娃真的呀。然后看到他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讲。云霄走了哦。可以。哎，云霄走了。可以的。是吧？连公拍，云霄在，谁说云霄走了的那个骗子？云霄在我也不怕，我是她婆婆。君君老婆都在呀。一秒变老实。没有啊，我一直很老实的呀。君君老婆可以搓2桌麻将了。怎么复兴了？没有复兴。不是。和登登那个是家长明媒正娶的那个生的孩子。你们太坏了。走去哪里呀？我给你拉了1秒。我没有，我怎么会把云霄拉黑呢？别走。哎，没关系，走吧，我会追回来的，你们不要着急啊。我跟你们讲哦，他今天啊，不停的夸别人帅，
我都没有说什么。没有啊，最近他惹我生气了。错错，难，我真的太难了。